根据调查，今年到达有超过70%的观光客拢是集中伫咧乐岛，比去年加一成。若调查外国人心目中上适合徛起的城市，嘛是台北市。都学者建议政府就要照顾其他地区，这观光发展才袂动起病。唱歌、金龟塔，囡仔穿万圣节装扮的服装来参加活动，大伙是假日。因空过路上人不哩多，也有真侪国际旅客。Food delicious and people very kind, so good. 我来了2、3次了，应该3次。哦，都去我们哪些地方玩呢？哪些城市？都是台北。台湾观光创新协会发布最新调查显示，外籍旅客来台湾目的除了工作以外，观光占的比率是35.8%，留校要将近2成。旅客心目中认为上届宜居的城市，以台北市首选，再来是桃园甲新北市。相关的公共资源各方面都是比较充足，而且在外语国际化程度也比较高。北桃这个算是一个共同的大生活圈。那桃园呢？往上冲的原因，那是因为它的交通离台北也很近。交通方面资源丰富，真侪外籍旅客选择机票。前瞻观光政策研究室统计，今年以来乐岛游客人数大大增加，占的比率达到72.5%，非乐岛敢若占27.5%。甲去年比较，乐岛占的比率6成外比，差距更较大。分析除了今年新增加的景点大部分属乐岛以外，大型展演活动大部分集中伫乐岛是主要原因。可是这样的话，就是说算是比较这种短效型的活动啦，对啊，变成说那个景区比较偏远地区的这一些活动，它的聚客效果可能没办法聚那么多人，整体的 KPI 看来也没那么漂亮，所以大家就比较关注，就变成是这个投入到商圈里面去。学者分析，都会举办活动，个人吸引游客，也不过也因为交通方便，旅客留来过年机会降低，会造成票大几率降低，影响旅宿业。另外，学者建议政府爱投资更加多心力，伫资源不足的非乐岛地区，和观光平衡来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